来看劳动部上新国际劳动统计即马出来啊，咱台湾去年一年的总工时是2020点钟，伫咧亚洲的国家内底是敢若比新加坡较少，咱的工时伫咧亚洲算是排第2悬的。劳工认真打拼为趁钱，疫情了后，景气转好，欠工加班的情形搁较济。根据劳动部上新的国际劳动统计，台湾去年年总工时是2010点钟，因为哥伦比亚还未有数据，台湾伫39个主要国家当中排名第5，伫亚洲国家当中，个礼拜伫新加坡后边，比日本甲韩国较悬。我们如果是从职劳工各国来比下，我国的话大概是41.5小时一周，日本的话大概42点几小时，韩国到43小时多。比较起来的话，我们的数据并没有比其他国家高。劳动部认为，这个数字其实是显示景气恢复到疫情进前水准，也强调台湾的全时工作者比日韩较济。那甲咱看全时工作者，台湾每礼拜工时其实比日韩较低。学者分析，疫情了后景气回升，确实提供不少工作机会甲时数。疫情期间，很多的厂商有减班休息，但他的工作时数就会往下降。那景气复苏，减班休息的人数也减少，反映在整个平均的年总工时啊。很多的服务业或者是说有些产业，它面临缺工的情况底下，确实也会鼓励员工加班。多数的劳工都必须要靠加班来贴补家用，提高他的薪资。所以我们认为说，就台湾的整体的产业环境的薪资应该要去做提升，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是一个方向。不过，劳团认为年总工时继续增加，主要也是因为劳工普遍薪水低，劳工甲人靠加班增加薪水，都算是一礼拜休2日。产业欠工之下，也是爱去加班。劳动部是强调，会注意劳工伫工作职场甲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